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又到福氣來時間咯。講到退休啊，有啲人遇到自家嘅興趣，今日想講退休之後呢，就嚟去耕田，去從事農業。不過啊，真是好心咪多有個興趣之後，有啲人做出咁潛來嘅，轉做工作去嘅呢。作為工作啊，如果還有其他嘅發展咯，基本呢就係貼起來小記嘅。泰國佢退休之後呢，轉做農業，農業係作為農場，係有機嘅農場哦，係台灣慢。不過亦慢慢呢，有個有機農場，到底有乜嘅特色？佢能堅持乜嘅理想，特別要種嘅乜嘅東西呢？今日嚟有請佢哋同大家來分享吧。首先來分享嘅係吳國勇大哥。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在萬巒從事有機農業的農友吳國榮。哇，歡迎吳大哥。接下來呢，係我哋林建國林大哥。主持人好，大家好。今仔屯我係林建國，今仔屯吳大哥叫我提種百香果。哇，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節目直播哦。頭頭有講到啊，千多年係為咗退休之後做興趣來做農業。兩位大哥談講又係退休之後來做一個係嘛？假使講你之前有農業嘅背景嗎？吳大哥。之前是真的在做這個有機農業之前，我是完全沒有農業的背景。那因為我出生在50年代那在高雄的三民區出生，所以在讀高中以前住家還有學校附近幾乎都是稻田所以從小就有享受到這種現代人很難享受的這種田園的生活。後來我一直在工作之後，就一直很夢想說，如果我退休之後能夠再回到腳踏泥土，可以過着田園生活的這種生活的形態。嗰時候喺之前工作嘅時間啊，都有一個想法，都講我改天退休之後有一年，我就想要回歸到我哋自然的生活，可以去弄頓我哋的奶啦，做一個真腳踏實地的生活。不過吳大哥，你之前冇嘅耕田的經驗，你本身嘅之前工作係喺做乜嘅呀？我主要是工科的背景，所以我在高中畢業之後，我就北上到基隆去讀書。我讀的是造船工程，所以我退伍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鋼。哇，那時候的待遇起薪真的是很好，那時候起薪就已經33K 了。那我也因為很向往這一個到美國去留學，所以我在美國也有完成我自動控制的碩士的學位。那後來之後又回到台灣，在台北工作。也因為工作機緣的關係，所以也認識了一個蠻特別的產業，就是把那個印表機的碳混夾回收再生的這樣的一個產品。所以我在民國85年的時候就回來自己的家鄉高雄，跟我的姐夫、我的表弟，我們一起創業。所以之前的工作完全都是沒有跟農業幾乎沒有什麼關聯。只是我那時候都會回想到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如果在工作很疲憊的時候，我都一直很向往說，小時候那種田園的生活。所以我也想說，如果退休之後能夠再繼續有那個機會，能夠從事務農的工作，能夠重新有回到做這種能夠腳踏着泥土的這種田園的生活。就會有一個夢想喺地方啊，就在新關島地方很保留一個夢想。不過談紅咧，吳大哥，你這個之前的工作經驗來講，算是非常的多元，非常的豐富呢。林大哥，那你這個同樣也係退休之後來做一個農業嗎？講看下先，你這個之前的工作好冇？我韓式，我出世，我都卡路做農的嘛。一直都嘅高中畢業，嗰個喺台北也是做生意，咱田屯嚟去做。一直到爸爸媽媽年紀過大嘅，咱歸來接入個工作。幾下路卡係迄個搶人嘅，裡面咱屯一度搶個多係擔樣式。再重新再種一條農作物，學習。嗰時候你這個本身路卡都會有耕田的經驗嘅，這個本身有耕田經驗。你係慢慢哪年啊？慢慢劉王家。劉王家嘅咩？原來係菜田人。你兩位大哥，你兩位係用乜認識的呀？
吴大哥，你跟林大哥，你们两位是用板认识的？我想这个机缘也是蛮凑巧的哈。就是说，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务农过，所以刚开始我找到那个土地要开始耕作的时候，我会开始去上一些跟农业相关的课程。比如到改良场啊，然后到社区大学。那就在万峦的社区大学的那个农业课程里面，我们那一个班里面的班长，应该跟建国蛮熟识的。那也因为这样的机缘，所以我也认识建国这样子。嗰个人因为上课的关系，两位这样来认识的。不过讲到遐片，我面到讲，因为个特别的事情，头都面到的。唔太讲，唔自家本身係睇高雄人嘛，怎么？唔自家有一個夢想，我嚟開一個農場嘅時節，用辦去選一個地方。距離高雄嚟講啊，感覺各區呢，各度農業發展呢，可能我們一般想到的係米農。我為什麼當初沒有選擇美農？我選到滿一片的，很用蠻選的呀。對，因為也這種機緣也是因為我比較喜歡這種鄉下的生活，所以我還在沒有開始真正務農之前，在屏東我有一個農舍。那這個農舍從我高雄到屏東往返的時候，萬峦是我一定要經過的地方。所以那時候也想說啊，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地緣關係，那而且這一個整個萬峦的感覺還是非常的，覺得整個環境各方面應該都還算是蠻適合再回到從事農業這種工作，所以我就在以萬峦為目標來開始找尋我們可以做有機農業的地方，這樣子。不過吳大哥想繼續來請教既然講自己本身冇一個農業背景只是說想要退休之後來體驗一下農業，來做一個自己的夢想。怎麼跟你會一頭栽入馬上都想講，然後來做有機農業？在我們一般的人的認識裡邊有機農業從一般的農業來講，有機農業算是比較困難、入門檻比較高的部分。你用板會想到一開始就會來做一個有機農業？是這個，因為我想這個跟我之前最後一個經營的公司也不無關係哈，就是說我們那個公司算是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一個產業。做環保的企業。做環保的那個企業。對，那所以我們對整個環境的議題，應該也是算是對整個社會應該是有很正面的這種效果。所以後來經營到比較後面的時候，我也一直想說，我們公司有沒有什麼可以再繼續在這個對台灣土地的這一個保護的方面，能夠找到一個比較適切的可以再繼續發展的一個產業。那就讓我在回想到以前，年輕的時候很夢想說要這個從事這個再回到務農的生活。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那是不是可以朝着這個農業的方向來發展？那當然要朝農業的方向發展，我想一般台灣的農業都已經非常的進步。但是我想可以在努力開拓的地方，我想我自己很直接的想到，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從事比較沒有人去參與的這一個部分？所以那時候就選定了比較沒有人願意去從事的這個有機的農業的部分來作為我們的一個轉型的考量。但是我想，因為畢竟農業是跟我們原來的本業是完全沒有相關的，所以後來我就先自己說，不然我提早退休，我自己先出來跟我的股東，我說那我先出來試試看，看看能不能有做這個。嗰時候真是吳大哥非常的有遠見，也挺勇敢的，一開始就挑戰高難度的部分。林大哥，當時我想講，請問你當時你都卡在耕田，在做農業，從事的也係有機農業嗎？唔係，我哋呢係一般的慣性的農法。佢攏愛殺藥嘅化好皮料，佢就攏愛用。真是做下一子，向自己感想，更加感想係樣咩？其實接手以後有嘛，其實咱發現講，要有機嘅東西其實冇咁困難啊。我用嘅東西嘛，過上我哋台灣都用到一個苦楝油，一條東西台灣從來都可以防止嘅。皮料嘛過上，因為我將吳大哥伊喺做嘅時間，伊攏會種幾條嘅
加强的啦，吼，去到吼再打下去，对啊土地的利用改好，吼，古种我哋喺尾面的使用的有机品嘛改善，吼，无我哋想象的讲，会对我哋的产量啊品质有不太影响。哦，也就是讲，你那个卢卡本身係用关系一般的农业方式的农民，也接触到吴大哥也个有机农业之后，自家的观念也获得一个转变转化的嘛，吼。哦，就讲，其实有机农业也无我哋想象之中，按困难、按难以达到，其实观念转化的，一个作业流程过一下，其实也渐渐的可以来做一个有机农业来舒服我哋的土地，系咪安尼啊？哇，观众朋友，谈到一片真是刚刚今年两位泰国的组合吧，真是鬼奇妙呢。伊咧係一般的農民，用關係一般的農業，伊咧呢無農業的經驗，就想咧來做有機農業。兩個溝通下之後，還有乜嘅神奇的故事，還特別的內容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认识的也两位泰国很奇妙的组合，今年正式在做一个有机农场的时节，还有多乜嘅困难，也讲过特别的故事呢，继续来请教佢哋吧。吴大哥，前面有讲到这个本身冇一个农业的背景，有讲到去嘅沙期太好啦，等等来上课来学习。那学习也条课上，到底系系学乜嘅呢？我想最基本的就是对植物的认识。我想从事农业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应该就是适地适种，这样的话才会比较能够顺应自然的发展。所以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当然基本的也有选择，先上一下有机农业到底是什么，然后也选择了几个植物的品相去了解植物的生理的生长啊，那当然啊，对一些后续的，虽然说我要做有机，但是对于这些肥料的运用啊，这些甚至是一些防治的资材的了解，我想这部分都是我初期在踏入农业的时候，我尽力的去学习的几个地方。这有一个最重要，特别係對一個無農業背景的人來講，用白講呢，因為吳大哥你都按你講的故事，都本來面對的俺朋友啦，俺朋友給人自家的故事，所以講給人自家以前啊，他也跟吳大哥一樣，佢係無農業背景的人，佢都想講供應來做一個小田園啊，即係種出來是看下先好的奇妙的高的，結果佢人種下去之後，一年的時間。落雨嘛，就有杂草长出来。结果佢去整理的时间，这个没发现到讲，佢种的东西同杂草有那一模共用。结果他全部在除草的时间，这个种下一些东西，农产品得了，自己就被当作杂草去除了一就真的是，从事农业真是对这个种的东西啊，对一个环境来讲，先基础的了解，什么冇多种嘅朋友共用，这个种下一些东西，结果当成杂草处理掉，就会今后那个用。不过真是快是做一个农场的时间，吴大哥，你这有多乜嘅困难吗？做这个农场的时候，我想初期一定是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把之前的这个企业经营的那些想法，要把它套入到农业，我想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挫折。比如说你时间上面的掌握，以前我们只要这些原物料排好之后，我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生产，到时候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就要出来。结果农业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应该要顺着时间天候，然后甚至你也必须要能够有比较有耐心的去看待这个当中的这种。你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这种情形，所以这种情形，我想这个是当初我在从事农业的时候比较难过的地方，比较觉得辛苦的地方。我重新适应一下啦。以前在工厂的时间，就像你讲的，我材料、原料嗰片，准备好的照 SOP， 佢都可以正常的生产，有一道的量都出来。港铁唔係啊，港鐵行去看老天爺嘅臉色，怎麼？有時間佢要落雨就落雨，有時間春一條就春一條。雖然講我哋更加農業輕先進、輕進步的，可以控制那些變因，不過公司開發有時間真的還是受限於環境，尤其係農業，有機農業怎麼？總唔得用特別殺藥嘅，
有做唔得讲用个化学的皮料哦，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更用心去面对那个有机农业的农场的经营。啊，那的话，其实你这个成立到更加农场一多年了。有机农业的工作的这一个工作是在104年，我们找到了目前的这一块土地。所以到目前应该也有将近差不多6年的时间。那当然，这1-2年跟建国合作之后，我也有新的体验。尤其那个新的体验就是呼应到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对于农作物的照顾，你要更有耐心，甚至你要更能够包容这些环境的变化，然后也不能操之过急，你只能顺应着它。随着天候，随着植物的生长，该做事情的时候，你就适当的做它。所以其实这一个。人家讲一句话啦，你如果完全不努力的话，老天完全不会给你。但是你努力了10分，老天也会看看，搞不好会给你6分，给你7分。所以我想这种情形就变成是你真的是在靠天吃饭。不过你在农场啊，面对一个特别的事情，所以讲你在农场的名务实，怎么解会有一个名是真的，因为我们人一般的务实这实作的实。怎么都会有一个名呀？那时候农场设立的时候，总是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就像跟我以前创业一样，总是要一个公司名字一样。所以一开始也很简单啊，就是想说我姓吴，就是吴的农场。这个吴的农场英文的话就是务实，Wood's Farm。所以这个务实的这个名称是先从英文来的。那当然这里面。我为了我从事农业，也总是心里面有一些我印象里面的憧憬尤其像我印象里面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一个法国米勒的一幅10岁这一幅画作，它就是这个地主都把那些麦穗都收完之后，然后掉在地下的一些这些遗落的这些散落的这些麦穗，一些富人。弯下腰，然后一颗一颗把它捡起来。这让我感受到这种农业对它的这种谦卑，大自然的谦卑，所以就把这个10岁的10也放到我的这个名称里面来。那当然，这个务实的同音就是我要很务实、很踏实的在这个土地上工作，这个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农业很根本的一个态度。有个名的里边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其实也是你这个农场里边的精神和坚持啦，就是算说这个名字也包含了是你们农场里面的一个精神跟坚持在里面。哇，真是怪有意思呢！我想讲务实，嘿，没写唔错事诶，应该唔会把自己的农场名字用去特别写唔错呢，原来有英文再来延伸中文有个意思在里边，哇，真是怪奇妙呢。你长到人抢高林太高这个也都有讲到嘛，因为做一般的农业叫这个吴大哥之后再来做有机农业，观念有转变呢。不过真实来讲，吴大哥也算做一个无经验的农民我们讲的菜鸟落去啦。你们这个真实在做一个农事的时间，你们用办去做一个分工你们分工很用办。基本上吴大哥拢标书本来做啦，然后因为做一路唔怕，一路不标来快，唔可以去干预我做某个事情。我哋做一个基本上拢大部分主要都田丘的错啦，也就讲麻烦，如果也摆撇开的每叫要生出来的，主要错的问题，如果我哋最大的问题啦。作为问题我哋要经学习啊，明年去经去调整啊。我哋要家讲要讨论啊，不过都大家都好相处啊。吴大哥，你真是从林大哥在探索的时间，真是有感受到讲真是从事一个有机农业冇简单。我有没有一个想法讲太累了，俺唔会做诶？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当然累一定是务农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那我想。只要你在当中找到你的乐趣，我想这个很多的付出代价，你都会觉得很快乐。不过行到更加可以行研究，真是你也从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乐趣啊！你继续来强调一个重点没有？你既然去做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最重要嘛个，有有机的认证啊，
有机的认证按用办去申请啊？吴大哥可以同大家小解一下吗？这个有机的验证哈，这个部分在台湾就有好几个机构在做，所以你一开始都要统计有机的这一个农作的话，你必须要跟这几个机构来申请。那当然这里面必须要具备基础的几个资料，就说你的土地的规划。你的耕作的计划，这些你应该在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来。然后他们也经过他们的审核之后，他们会先给你一个3年的有机转型期。那这3年之中，他每一年都会来看看你的实务的工作的情况，从你的工作记录，你的一些农作的采验，再去确认说这块土地跟你的管理者是不是都有符合这些有机的这个要求？那一般的人可能都最直接的对有机的认识就是说，他没有用农药，然后他不能用一些化学的肥料。那我想这是很基本的一些要求而已。那实际上我想有机的最根本的精神，我想就是在于说对大自然的这个资源的这一个怎么让它能够永续的去经营，然后让这个资源能够大家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这一个平衡跟分享，不是只是对土地的一个榨取，你想的是应该是一个永续的照顾，然后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分享，一个对大自然的这种资源的这种分享跟这种珍惜，我想同样的也是跟人的态度一样，对应到对人的态度。所以说，他对于这种消费者，还有你的实际参与的，像是我们的参与的这些劳动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态度来经营这个有机的农业。哇，观众朋友，你看，真是要做一个有机农场，拿到一个有机的认证，真是冇简单的。你看，对3年的观察期，对奶啦、对水、对今年的农作物，甚至全部用的资材等等，都会符合今年有机的规定。甚至于讲拿到一种牌的，还继续明年一段时间内，为了继续认证。真是鬼辛苦呢！不过真是作为有机农场、作为有机农业之后，今年种出来的农产品有哪条特别的地方，也係特殊的地方呢？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小解哦。既然按辛苦的来做一个有机的认证，做有机农场，最终当然係講，底部到底有生產乜嘅我哋消費者可以來買，咁麼？到底有乜嘅東西呢？請教兩位大哥吧。然大哥，更加有機農場底部到底生產有乜嘅東西？係更加大個了，我哋看到嘅嘛？更加農場底部主要嘅更加生產嘅係百香果、台農1號，還有滿天星這兩個品種。剛才之前還有種那個147的香米啦，還有那個黃頭的，還有那個五頭的。談到個奇妙的部分，北香果我哋講以前老人家講嘅托克索啦，用蠻有兩個品種嘅，一般來講唔係共用嘛，兩個品種其實有乜嘅差別呢？嚴格講起來，應該係講3個啦，商業品種有3種啦，一個台農1號，一個滿天星，嗰一個叫做黃金百香果。主要係台農1號，伊個香味夠好，50%會帶酸。按呢情況下呢，有道嘅朋友呢，我講酸呢，我哋如果再種加一啲滿天星呢，有個東西都夠冇酸味，食起來夠甜，夠好入口啦，所以我哋嚟做呢，去選擇做呢，比分開來。嗰個簡單嚟講，個好是酸的人，推薦佢講是台農1號，台農1號。個好是甜的，是個滿天星。今年兩隻看法有乜嘅差別？我哋兩辦去選啊。台農1號有個如果算紫色的東西啦，也皮上如果紫色、紫無色。成熟的時節，這個我哋會掛雕面，這個會深紅起來。佢滿天星有個品種呢，也色成如果淺，不過會有一點一點，看起來如安尼，像天堂嘅神一樣安尼一點一點。不過有個東西滿天星要用樹摘嘅，一粒一粒摘。
安尼个满天星一定要用数值哦，无法度好讲，像人家讲水个调查，还要用其他的方式。因为满天星迄个数比这个自然跌下来吼，伊个保存的时间佫无研究。比如说，我哋第18有钻石的时间，我哋攞去摘下来，第钻石18，我哋都可以出货俾人客嘅。都古时候来讲，满天星佢等唔到完全自家熟，等佢含前熟嘅时间都先摘下来，保存的个久。无像太阳以后来讲，我可以等佢熟嘅跌下来，然后还可以继续来保存，系安尼嘛？系啊。安尼人哋北向果机，按样办去先讲，各种的、各好色的，人哋按样办去挑选，按样办来保存。基本上我哋有提分级啦，我哋即个用再买个重量选别机啊，我哋输放落以后，我哋会经过个机台照过，也可能讲超过100公克的啦，还是80公克的，我哋拢会分级好，设施我哋慢慢会分一下，各种的。如果有无同样的级别啊。嗰种这个可以去安尼想，跟蓝丝线的话最佳的方式就同人听，就是讲原来某个级别，就同佢拖较好安尼嘛。系啊。安尼林太哥，我想请教一下我哋所提供更加北洋果最大的产地係南投的埔里嗰片嘛。虽然讲我哋慢慢也参嘅抢占嘅产量又大空落，不过产量最大也係埔里嗰片。我哋睇賣嘅時間，迄唔係用嘅山橋嘅雕工下之後，變咗技能個有名，人哋一片都個冇按有名會比較吃虧啊，哪一方？以前人開始種嘅時節吼，冇做嘅產期調節啦，古時候我哋一出山嘅時節，我哋會必定過做18條嘅，差唔多半10年。咁古嘅家私吼，一下路一定一出來，我哋要落下來嘅。像也經驗經過嘅高雄國糧廠嘅李文豪先生吼，帶我哋做用燈罩去。提早採收吼，我哋都可以3個月，一方面囤埔里嘅時間3個月，我哋咧產期我差唔多睇嘅3、4、5年，埔里佢講嘅7、8、9月嘛，我哋做產期調節嘅好處係，第一咧，我哋做嘅時節個冇雨水，天氣嘛個冇咁炎熱，對一個產量啦同品質啦，攏有個好嘅幫助。嗰時。北洋果也有做一個神奇嘅調整，都所謂，安尼調整本嚟做工都做得嚟哦，就像我哋嘅鳳龍果咁樣。我哋嘅做百香果吼，做天貨吼，嗰唔使研究啦，差唔多連暗頭，差唔多6點做到9點內都可以嘅，唔是像鳳龍果做嘅研究。嗰種人哋行啲慢慢去嘅時候，假使講看到有點天貨，冇天去其實喺種嘅北洋果，唔係喺種鳳果，什麼？大部分都我哋基本上種百香果啦。嗰度看到點點咧，唔係講，我啲看到有個點點咧，一定係種鳳龍果，唔係，結果係定係種喺北洋果。嗰時候按嚟嚟講，其實對我哋農民朋友係個好呢，真是產季可以錯開嗬。大家都穿有色，唔係講大家搶棒子下嗬，有。大家都會選擇個有名嘅嘅片，多多好人又可以閃佢嘅，唔頭都講嘅樂意啦，學嘅條。嗰首北洋果其實種風嚟，個冇按到平種開，冇平種開嘛，因為我聽講我搭嘅名士，安尼古風嚟嗰好呢吼，安尼輪到唔睇過，除了種一個北洋果之外啊，剛剛還聽說你還有種嘅米同個黃頭嘅。我還看到說你們一個包裝要親戚配，這個包裝都會你們自己設計的嗎？是，這個包裝，這個之前是我們家兒子他設計的。那因為我們那個田地剛好就在那個大武山的下面，所以說可以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景在那個地方。那當然那裡面有一隻牛。這隻牛哈，因為我一直把自己比喻成牛，因為我也是屬牛，又是金牛座，所以我兒子就把這些元素加到這裡面來。你為什麼會選擇種頭頭講的147咩一個品種？怎麼都會選一個品種啊？對，這個因為初期我們農場一開始我開始做有機的這一個農場的時候，我們的作物就是從稻米開始。那稻米的時候，我們都會選擇這種比較適合我們自己這一個南部屏東這邊的品種。那這一個我們的改良場，我們高雄改良場，它有幾個非常成功的品種，一種是高雄145，
然后另外一种是高雄147。那这个高雄147，它就是会有一个很浓郁的那个米香，所以我们称为它是香米。那这个除了这个米之外，因为米我们都是一起做，那遇到秋天的这段时间，我们还会再做这个杂粮，就是做一个秋作。那秋作就是以豆子为主，豆子为主，都同佢轮流都操嘅，保持一个地利环境的一个地利喺地位做一个培养，其他的能力。不过除了中药嘅农产品啊，英国人的产量更加产量是稳定的嘛，人有去考虑过讲，做其他更加做人讲农事体验呐，也係講食農教育嘅部分，你们也有做吗？对，这个我们如果在种豆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我们会选择这个高雄9号的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基本上就是我们外销日本的毛豆品种。它在差不多7分熟的时候，就是整个豆荚还是绿的时候，它摘下来就是变成毛豆。如果你让它完全全熟的话，它就会变成是黄豆。所以我们都会有种黄豆的时候，我们都会开放给这些亲朋好友啊，或是想要来田园走走的这些朋友，到我们园子去采毛豆。哎呦，有个发通亲神心呢。对，那个先采下来的毛豆，那个甜味真的会让你这个惊艳跟那个我们的冷冻的那个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那现在像我们的百香果，我们就会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称之为供植的活动。这个供植的活动就是说，我们会准备这个苗，然后邀请你来我们园子里面把你的苗种下去，然后到收成，那这段时间你可以随时你都很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这些农事的动作。那最后的采果，我们也会让你有一株，我们会有30斤的这个百香果的收获，让你能够分享。哇，一条30斤，哇，算过太量了呢，很大量的那个百香果。那嗰时候你会讲，也可以认养意思嘛？认养一株给百香果，对种下一块是一条路，人可以来听书菇，人也会听书看一下，然后都可以有个月可以摘的时间，人这样大家一起来摘一个果子，对谁都胎一个流程，整个民众都可以参与在里面，安尼意思嘛？对。哇，几好呢！有青岛的民众来参与你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活动吗？对，其实我们没有做很多的这种宣传的广告，但是都是亲朋好友帮我们做这个口碑的行销。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个人来看一看之后啊，回去之后又告诉他的朋友说哪里还有东西那当然这个时间都有一段的时间，不是说随时都有。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蛮多的这些朋友到我们园子里面来做这些采果啊，甚至会带小朋友到我们的园子里面，他们会看到很多的昆虫，然后会享受到这种泥土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环境的这种不同的样貌。体验一个环境都做嘅。你唔睇過，有個發通安神奇嘅銀行按用辦去報名，叫做限制冇？我哋基本上冇乜個限制的除非講報名嘅人數10分的多。我哋基本上一條我哋本人供職一條路3600啦，3600因為一開始的時間我哋路也比資金都可以去運作，變成我哋嘅壓力會夠強。對農民來講，我哋嘅方式係唔會差。如果說大家可以共下來體驗安尼，人我報名我先預約，你打電話嗎？還有其他的方式？基本上打電話都可以報名的呀。如果去掃描前當人嘅農場嘅電話之後，打電話一問人講今年有一個發圖冇，可以報名伊當然來報名安尼嘛，人都會同時講嘅訊息。除了安尼之外，用比吳大哥，未來有個農場未來還有什麼樣子的規劃嗎？我想從我們農場開始到現在也差不多6年的時間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覺得說，就像我講，有機的農業它是一個比較希望能夠永續、持續的這種農業模式。那我之所以會有建國能夠願意來加入到這個有機農業，也希望是說，在這塊土地已經經過6年的照顧。
那我也很希望说，后续这些能够继续以有机的农业发展下去，那可以再吸引更多的这一些，对有机农业有兴趣的这一些，不管是年轻人或是有兴趣的人，能够从这边能够得到继续的这些成果的这种证实也好，让大家对这个有机的农业能够有信心的持续的做下去。我想这是我比较基本的一个想法而已。如果讲，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和每一天是老人家也係後生朋友，都可以有興趣投入一個有機農業這一塊產業裏邊，分享大家共下來一起行下去，分享個有機農業真係變成我哋最主要的農業，係咪咁樣啊？哇，觀眾朋友，根本你聽人一個故事，除了嗰本係輕鬆夾落去體驗今日咧採毛豆啦，又係講種植嘅北洋果之外，最重要係講，希望大家。其實對一個農業啊，有興趣每天可以自家一個人啊，像吳大哥同林大哥嘅人用啥共用，可以前面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共下來投入一個農業，也係唔會差呢。根本你再一次感謝兩位帶來精彩故事，多謝兩位哦。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入來玩埋嚟了哦。